今時今日竟然有人甘願喺條街度排足幾粒鐘，付出咁寶貴嘅時間同腳骨力，可能只係為咗攞一袋由幾百公里以外運過嚟嘅雞屎。大家冇聽錯，自提點玻璃門上面嗰張告示嚴禁網購農家肥，即係雞屎。歡迎各位嚟到2026年香港物流界嘅生化危機現場。呢張紙唔單止係一張告示，佢簡直係時代嘅眼淚，見證住港人嘅消費模式已經由以前追求品味，進化到而家追求一種近乎魔幻嘅極致實惠。幾年前淘寶呢兩個字對好多人嚟講仲係有一種距離感。記唔記得以前運費分分鐘貴過件貨呢？嗰陣想買個10蚊雞嘅手機殼，運費要成30蚊。每次落單就好似打仗咁，周圍朋友夾單，儲埋一大堆貨先敢做一次集運。依家完全改變晒，由淘寶最初嘅滿99包郵，殺到拼多多，而家一件都送，連京東都加入戰團，成個大灣區嘅物流補貼戰簡直係打到七彩。就算你只係買件3蚊人仔嘅指甲鉗，或者一條幾毫子嘅橡筋，內地商家都肯山長水遠，包郵包稅咁運嚟香港俾你。呢種突如其來嘅溺愛就好似洪水猛獸咁淹沒咗香港。由掃地機械人、65寸大電視到海南島嘅雞蛋網，成10公斤重嘅菠蘿蜜，全部源源不絕咁湧入嚟。連養寵物嘅香港人都中招。最近有人分享話，尤其是貓砂、貓糧呢啲重嘢，以前用京東、淘寶運嚟香港，運費貴過件貨。但拼多多竟然可以免運費，感覺以前捱貴運費就好似停留喺幾十年前咁。而家啲網購戰利品花款真係越嚟越多。以前買衫買鞋就話啫，而家有人為咗慳嗰幾千蚊裝修費，上網買幾十箱自貼地板翻嚟自己鋪。結果點？鋪完之後全屋成浸甲醛味，攻鼻到對眼都擘唔大，慳埋都唔夠俾醫藥費。仲有啲阿叔阿伯無啦啦上網買活體海鮮，甚至乎係自家孵化小雞，點知個快遞喺集運倉穿咗，搞到啲蟹仔雞仔喺個倉度大逃亡，嚇到啲執貨阿姐咿哇鬼叫。呢啲為咗免運費可以去到幾盡嘅荒謬畫面，真係日日喺香港上演。其實歸根究底，呢種瘋狂現象背後反映嘅心態好簡單，就係8個字：賺香港糧，使內地錢。面對住香港年年通脹，落街食個茶餐廳都要60-70蚊，呢個已經變成當下最流行，亦係最無奈嘅生存法則。早排網上有一條超過10幾萬人睇嘅爆紅貼文，講到明香港人而家係賺緊香港嘅人工，享受緊大陸嘅物價。諗下拼多多有咩買唔到，就知香港普通人有幾幸福啦。個貼主仲上埋圖，對比香港超市一支農夫山泉700蚊，可樂10幾蚊，但拼多多一件包郵送到手，價錢同大陸一模一樣。呢啲唔係我亂講，係網上成千上萬香港人嘅真實心聲。但係呢種幸福係咪真係無代價呢？大家去睇睇自提點隊尾嗰位手拉車女俠，佢手上面嗰架私家戰車已經俾貨物壓到發出慘叫聲，連個車轆都變埋形。對佢嚟講，呢度唔係自提點，係健身室。排足2個鐘，佢終於拖住件龐然大物出嚟，原來係2大箱加埋成20斤重嘅洗衣液。點解要咁辛苦呢？因為平過香港超市30蚊咯。但係現實好殘酷，慳咗個30蚊，可能一陣搭車閃親條腰，睇次跌打都要500。呢種究竟係精明消費定係現代版嘅苦行僧修煉？其實呢場網購風暴唔單止逼爆咗條街，仲直接引爆咗無數香港家庭嘅土地大戰。大家身邊總有一個瘋狂網購嘅另一半，或者4大長老，明明屋企得個幾百尺，偏偏要買埋晒啲平價神器、切菜神器、永不使用嘅頸椎按摩儀，仲有10幾個同款唔同色嘅膠盤。買嗰陣覺得10蚊8蚊好抵，反到嚟拆完就塞入床底，堆喺梳化背。香港幾萬蚊一尺嘅客廳，就咁變咗內地廉價工廠嘅倉底貨陳列室。為咗堆無用嘅膠嘢，兩公婆日嘈夜嘈，婆媳大戰一觸即發。
呢啲生化武器對家庭和諧嘅破壞力分分鐘勁過嗰袋農家雞屎。再望下另一邊排隊嘅捷鄧哥，佢覺得自己贏咗，因為佢用平香港10倍嘅價錢買到盒月餅，但佢計漏咗一條最重要嘅數。呢一刻佢損失嘅唔係嗰8個8，亦唔係盒爛咗嘅月餅，而係香港人最寶貴嘅資產——時間。為咗慳幾十蚊，透支2個鐘頭生命，喺空氣污濁嘅門口做人肉空氣清新機。究竟係佢玩緊個平台，定係個平台玩緊佢？講真，喺包郵呢2個字面前，好多原本精明嘅香港人都會集體失智。點解樓下10蚊就有嘅掛鈎，硬係要上網買個3蚊包郵嘅呢？因為包郵本身就係一個多巴胺陷阱。當你見到免運費，個腦就會自動過濾咗時間成本同產品質素，覺得自己喺商家身上割咗忽肉落嚟，贏咗個莊家。但如果我哋淨係話佢哋貪平，又好似太過表面。試下企喺一班40至65歲嘅中年人，或者退咗休嘅老友記角度去諗，點解佢哋咁沉迷日日去排隊攞快遞呢？因為對好多人嚟講，呢個已經唔係單純嘅買賣，而係一種孤獨經濟，一種填補生活空白嘅儀式感。仔女大晒出晒去返工，留喺屋企對住4面牆有咩好做呢？日日碌下手機，見到幾蚊雞包郵，撳個掣，過2日就有件包裹等住你拆。拆快遞嗰一刻嘅期待感，撕開包裝紙嗰種未知嘅刺激，其實就係佢哋生活入面最廉價，亦都係最容易得到嘅娛樂。佢哋買嘅未必係件貨，而係一種有人掛住我，有啲嘢等緊我嘅寄託。諗深一層，呢種狂熱背後其實隱藏住一班中年人嘅寂寞。慢慢我哋仲進化出一套獨有嘅網購排位戰，堪稱現代生存攻略。網上好多人都分享類似經驗，識玩嘅一定係用大陸 App 買日用品，想買紙巾、洗衣液、拖鞋，用拼多多10幾蚊送到家門口。想買歐美款，吹爆 Temu， 香港直接派送到樓下，連自提都唔使。至於京東就買大家電，滿99包郵；淘寶就買衫褲鞋襪。大家將唔同平台當成兵種去調配，務求喺呢場消費降級戰入面守住個荷包。不過，當我哋將視覺拉闊少少，就會發現呢場網購狂熱背後隱藏住香港最深層次嘅矛盾——土地問題。香港寸金尺土，但內地電商玩嘅無限貨量。當14億人口市場嘅洪流夾硬塞入香港得幾十尺嘅自提點，畫面就係災難。貨物由店內堆到出馬路邊，阻塞街道。當每個人都享受緊一件包郵嘅紅利時，其實我哋係透支緊成個社區嘅公共空間。香港更加極端嘅就係頭先提過嘅雞屎事件，一代代農家肥喺通風極差嘅自提點發酵。住喺樓上幾百萬單位嘅業主，打開窗聞到嘅唔係飯香，而係雞屎味。呢種魔幻現實，連編劇都寫唔出。早排拼多多同順豐分手，搞到物流大兜亂，正正就係5蚊包郵嘅極致低價，撞上香港2萬蚊一尺地租同60蚊時薪嘅必然結果。再諗深一層，當我哋一窩蜂去享受極致低價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亦都親手扼殺緊香港獨有嘅人情味。大家記唔記得以前落樓下5金鋪買嘢嘅日子呢？買個水龍頭，買口螺絲釘，個老闆會一邊食住支煙，一邊教你點樣裝，順便同你吹2句水，問候下你屋企隻狗。嗰種係人與人之間嘅交流。但而家呢，你面對嘅只有一個面黑黑做到踢晒腳，隨時發脾氣嘅自提點員工，同一堆冷冰冰嘅紙皮箱。我哋慳咗幾蚊，但失去咗一個可以寒暄嘅街坊，失去咗一個有血有肉嘅社區網絡。講到底，內地電商公港的確打爛咗以往捱貴貨嘅局面。但各位記住一句老生常談，免費嘅嘢往往係最貴嘅。當個個都衝去搶包郵，個社會總要有人負責埋單。可能係你嘅時間、你嘅家庭空間，亦可能係我哋嘅居住環境同埋人情味。所以下次撳掣落單之前，問多自己一句：
為咗慳嗰幾蚊買包紙巾，搞到要喺自提點罰企2個鐘，你嘅時薪真係咁唔值錢咩？最醒目嘅玩法，始終係大件嘢、貴價嘢先去網購，10蚊8蚊嘅雜物，不如落樓下幫襯街坊鋪頭啦，唔使受氣，仲當支持下社區經濟。你又屬於邊一派呢？係寧願排隊都要平嘅堅毅派，定係寧願貴啲都要快嘅瀟灑派呢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睇下大家個算盤係點打嘅。係咁先，下集見。